下摆共下来学下句型了。今晡日老大家共下来分享嘅台词係呀，哈比如講嘅指事情東西家下呀嘅這個呀嘅語言學生系統做得產生捱到平常講嘅話。來睇下南市演講。也個語言合成系統做得產生捱到平常講嘅話。也個語言合成系統做得產生捱到平常講嘅話。這個語音合成系統可以產生我們平常說的話。而講時間家下做得講呀哈，現在呀哈嘅技術有法度做到嗎？現在的技術有辦法做到嗎？而講動作嘅東西時間咧，做得講呀到這些也到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來睇下南市演講。也到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也到檔案放喺資料庫底度。這些檔案放在資料庫裡。好，等下聽一段呢，我聊大家共下來分享嘅是自動語音辨識 ASR 樣板型來應用了。